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當靈魂穿過隧道，融入光之後，第一件發生嘅事就係一場最動人嘅久別重逢。根據《生死之間》入面個案嘅描述，喺光嗰頭通常會有人喺度等候。呢啲迎接者通常係個案最掛念，又或者最掛念個案嘅過世親友。當你進入光，你見到邊個嚟迎接你？我見到我嘅親人，佢哋行過嚟接我。我哋唔需要開口，一個念頭，彼此嘅愛同思念就已經即時相通。佢哋望落去外表係點樣嘅呢？佢哋好健康，好容光煥發，完全唔係臨終前受病痛折磨嘅樣。每個人睇起嚟都好年輕，大約只有30歲左右。朵洛莉絲喺書入面證實咗一個靈界法則：靈魂世界冇衰老，冇疾病。呢啲親友出現時嘅外貌，係佢哋生前最健康、最容光煥發嘅狀態。佢哋會選擇一個最令靈魂感到安心嘅形象同佢見面。除咗親人，有啲個案仲提到一種光之傳友，佢哋散發住極強嘅智慧同慈悲，會因應靈魂前世嘅信仰，化成為天使、神明。甚至有唔少個案提到見到自己過世已久嘅寵物。迎接者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給予啱啱過世嘅靈魂最大嘅熟悉感同安全感。呢場溫暖嘅久別重逢，會令所有喺世間累積嘅思念、遺憾，甚至係內疚，喺一瞬間全部釋放。因為喺嗰種頻率入面，靈魂之間只有純粹嘅愛同理解。死亡從來都唔係終結，而係一場回歸愛嘅重逢。